小姐，我不戴耳环的。小姐，你不会想赶我俩走吧？不会吧？这对耳环呢，少说也值上百两。你们要是想回老家，或者想找个好点的人家嫁了，就去把它当了吧。我不走。是啊，小姐，只要你给我和阮绵绵一口饭吃就行，求你让我们留下来。可我们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没事儿，我们小时候都苦惯了，只要让我们跟着小姐，我们住哪儿都成。是啊，小姐。阮绵绵，硬邦邦，小姐。姐，你们在练功啊？你干嘛？哦，咱们有地方住了。祥乐府，哎，这名起的挺雅气呀！哇，好，走。哎，这小院子也不错啊，哎，比咱们住的那个客栈可强多了呀！是啊，那花开的真好。来，拿着。真漂亮。这宅子本来是我表叔所有，但因家人离世需要归乡守孝，所以委托在下在此帮忙照料花草。哎，你放心，这个浇花养草的我会。石大人，可这毕竟是别人的宅院，住1天2天行，可是要长久下去。郡主，你无需担心，表叔需要守孝3年，3年之内放心住。哦，是这样啊，那就太好了。走吧，咱们去里屋看一看。好，走。走，来，走，去看看。哇，真好。是啊，挺干净的。真不错啊！早知道有这么一个宅子，我就把我的蝈蝈给拿过来了。就是啊，老爷。石大人，真是有心了，这该准备的都准备了。夫人，你若有什么需要，可以尽管跟这2位家仆说，2人自会帮忙处理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那个姓荣的呀，连石大人的1半都比不上。俗话说患难见真情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石大人？多谢石大人相助，大恩不言谢，有待来日。能帮上郡主是石某的荣幸，只是我怕皇上不会如此轻易放过公爷，所以还请暂隐行踪，不要声张。阮绵绵，陪我上街买些东西吧。好。哎，闺女，去吧，路上要小心啊。放心吧，爹。哎，小姐，前面不远处有一家面馆，非常好吃，要不咱们去尝尝？那间面馆太简陋了，我看我们还是去客栈吧。啊，难得来这附近。既然你想吃，那咱们就去吧。郡主，我记得石大人不是也爱吃吗？哎，走。